Good afternoon. 应该是要说中文，是不是？今天能够在这里能够有这样的荣幸可以见到各位，然后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应该这次大家都在尊者达赖喇嘛尊者且能够接受接受法脉，然后所以呢我也觉得很随喜，然后呢借这个机会呢，那我能说的呢又没有什么太多话了，应该是说有时候呢觉得佛陀就是开始84000法门，那我们的上师我们的法师们也常常都在讲法，所以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反而我们修行人自己呢好像做的不够多，不是说我们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有些人说他好像有的人说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具德的法师或者善知识，或者他们也没有接受足够的法教。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可能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把这个修行或者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这个佛法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不运用或者不修行的话呢，可能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说有时候可能好像自己做的挺好的可能所有的这些借口都放在善知识或者什么一些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的但是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把佛法带到生活里面，把佛法的精神带到一个实际的情况当中。因为如果在实际的情况里面或者真正的真实的生活里面你还是没有进步还是老样子，也没有什么进步，也没有提醒自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可能不算什么修行。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提醒自己，然后呢尽量的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 improvement 这样的一个成长或者这样的一个进步它也不是那么快，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自己，不断的去练习，
我有时候跟有些人说啊，这个佛法的修行，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它有点像，不是现在某些人所认为的很舒适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现在人呢，在城市里，他们很繁忙，很烦躁，所以他们在周末的时候呢，要去一个有点像是精神的 resort， 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我也不太忘记了啊。然后呢，他们把这个佛法有点像当成它是一种精神的按摩，就是帮我们疏通一下啊，舒服一点精神的烦躁的这样的心，让它就是打开一点这样。其实呢，佛法的修行不只是说这样一个舒适的一个东西啊，可能有时候佛法的修行不是很舒服的。修行不一定是让你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啊，不会让你感觉很舒服，或者不会让你感觉很容易，也不会让你感觉很简单，可能会让你感觉很辛苦。可能你平常习惯的，你平常就是有点已经很简单的已经习惯了很简单。然后佛法的修行，你开始佛法的修行的时候，你要改变一下，你要好像反过来做一个事情，那个不是很容易的。平常呢，你可能一些小事情就发脾气，那开始修行佛法，那你得想要调整一下，想要就是不要那么生气，但是你已经习惯生气，所以叫你不要生气不是那么容易，也不是那么自然，你可能要可能有时候付出一点代价付出一点努力才能可以成功的。所以呢，我觉得佛法的修行或者精神上的修行，它就像是一种磨练它是一种有点像军队的实战。你有实战的经验，比如说不是说你坐在这个佛堂里面打坐的时候，或者这个念经的时候，那时候的那种感觉。佛法谈的不只是那时候的短时间的一个经验它讲的就是有点像24个小时，或者你的整个这个人生。佛法讲究的是一种整个人生的意义整个一个24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那这个呢，如果能够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水准的话，那你要把所谓的这个修行佛法，不能只是认为是那么短的那个时间比如说在那个佛堂里面那个短的时间，你要把整个时间都要包括在这个修行佛法里。当然我不是说把修行带到生活里面，这不是说你要把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或者一些法器带到。很多人变成这个佛教徒尤其是他有点这个跟那个尤其是密宗
藏传佛教有接触的那些人，他们开始呢会带很多奇怪的东西到家里来，可能那些家人都从前没有看过的啊，什么那个嘎巴了骨头那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法器、这些仪式啊，带到这个生活里面或者这个家里面，我觉得也可以啊，但是这不是重点啊，这个主要是把这样的一种佛法的精神、慈悲、智慧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样的一种力量要带到生活里。因为我们知道啊，生活里面有各种的问题啊，尤其是在我们的自身的自信上很多的起伏，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所以呢，我们用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当然不能说啊，佛法是万能的啊，有什么？因为有些认为啊，自己生意做得不好，那接触佛法，那接触一些法师，可能做自己的生活或者这个生意变得比较好一点。我觉得这个也是，当然就是有可能了，但是这不是佛法修行的主要的目标。为了生意兴隆去接受佛法，我觉得这个有点那个，就是那当然身体不好，有时候我们就是这个 physical 这个外在的身体不好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要就是接触一些这样，但是真正的是什么呢？真正要修行佛法的这个目的，我觉得是治疗心病啊，这个就治疗我们的这样自身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烦恼，所谓的贪嗔痴烦恼，这是主要的目标。因为它是主要的目标，所以你要修行佛法的时候，一定要达到目标，不是说随随便便或者做模作样，一定是要达到目标。所谓的就是说，听到一个法啊，或者学到一个法，都用在这个治疗烦恼、调伏这个烦恼的对治烦恼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噶当派的这个传承里面，不是噶当派啊，我说好像搞错了，等一下，不是噶当派的，反正就是一个祖师说过啊，祖师说，可能也不是祖师啊，好像反正好像有一个大的说过啊，说这个善知识啊，所谓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导师或者精神的老师，他有两种啊，一个是外在的啊，一个是内在的。那外在的意思是什么？外在的那个精神导师或者精神上的这个老师，那他就是所谓的我们认为啊，就是我们能看得到、听得到的那些法师或者善知识、上师们都是外在的善知识。那所谓内在的善知识是什么意思呢？内在的善知识就是直接来说的话，就是自己因为这个外在的善知识啊，他可能会说啊，取舍之道啊，哪些东西是该就是要放弃的啊，哪些东西该要就是接收的，他会教导你。但是真正实用的人是谁？就是自己。如果自己不实用的话呢，
那个外在的，我们可以就是那个外在的老师或者外在那个善知识没什么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里应外合，或者这个有点像是外在的跟内在的善知识都圆满具足的时候，才能那个外在的善知识也可以利益到这个自己本身。那自己所谓的自己，或者所谓的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具德的弟子。所以呢，这个师徒的关系呢，主要是在实修，真正在把修行实践在生活里面，真实的这个情况当中，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重点。所以呢，虽然我今天不知道说什么事情，应该是说我刚刚从外面过来，然后头昏脑胀好像不是很清楚，所以呢，随便说了一些话，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最后呢，这次大家能够抽空一点时间过来看我，那当然就是这个我应该要感谢各位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会借这个机会呢，能够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然后恭喜发财就不需要了吧身体健康，然后万事如意，谢谢。